参加了团小姐嘅是一对子昂奶先生王亚琴。王亚琴本单替天子业识头路，明日路上班下班照顾生意呢。5年前唔拄好看到电视上有人提做子昂奶9万起嘅以穷社区游嘅艺术梦，故所以并喺头路来台北请先生合作研作。一般人爱上2年嘅课，以6张夜路上去的，考到公司证照过后，还可以一家研作教室。教学以外，美团带人设置天数，开发艺人嘅艺术项能，分享快乐，美穷下夜梦。手要粘紧哦，不然待会手拿起来看谁都会断掉哦。对，伤他的耳朵。教你们做小兔子，可以做坐着的、站着的、趴着的都可以。儿子，你要给他包一只大萝卜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大萝卜，我们先从小白兔的头开始做哈。講起轉音來，連冇書漢嘅時候個都很點下來，好好做嚟好。他細人的哦，有個幼稚園的哦，佢做2年睇一早，咁啊20分鐘，佢咩冇聽通。啊，就慢慢的給訓練佢5分鐘啦、10分鐘，訓練佢嘅做事情他專注啊。把它捏平來啊，把它捏軟來。不是捏平啊，捏軟。捏平。我偶爾也會出錯，好不好？不要這樣子，好不好？這裡太尖了，好，把它做。就算強壯做圖個，大家都本圖個冇強壯嘅心態老身體。你要做3角這樣子的是嗎？對。那個要細一點的，這樣子先這樣子搓，然後你要記得拿牙籤，好，這樣子刺着，端它就可以做。可是它太長了，你要塗再少一點。你最喜歡做什麼？兔子。為什麼最喜歡做兔子？因為第一次就做兔子。這是兔子。這是金魚。那你喜歡來這邊嗎？喜歡。為什麼？因為可以做很多作品。這位老師最喜歡在旁邊放一隻小小的，給它當髮夾。那你自己決定好不好？老師可以弄大隻嗎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。在他手上，2隻在地板上。好，可以啦。那時候見到來得到快樂最重要。啊，來到留記自己某天成個唔好嘅事情啊，本來都發覺某天考試考唔好啦，一講都副卡心情唔好，攞嚟啊得抒發心情，後來到做東西大家快快樂樂，將感恩，啊時候列出嚟教室咧，係最想本大家嘅味素。出牆教分家啦強弱，上用伴奏、中用伴奏，雖然稀少，從之無限。為什麼喜歡玩黏土？因為它有很多變化。啊，最快樂的是什麼？做黏土的時候。為什麼做黏土？因為我喜歡自己動手做。做生意的想象力比人哋太人較大哦，所以搞生意嘅時候最有日式，比如說做係更高更少啦，係唔會講覺得工作很無聊。我覺得這個是哦，做了最大的收穫。講到用轉音奶做東西，心肝度就遲到當快樂。其實不按分轉音奶，咪係倆5年嘅事情停停。本單啲天生入上班嘅王亞琴，轉回家老師堅持唔堅持，讓本人採染，未轉回自家從事做學藝術，回到任務，所以繼續開始揾條路，做自家好做嘅事情。還有擺出個電視上看到，兩年來，像做請老生意像下搞，像做請好用的，從來出去請台北找先生來學，好我自家感覺做了後，正經老生意像下，人也像下，正經請快樂。你知道兔子在倒那個刀嗎？沒有，只有坐在月亮上而已。沒關係啊，這樣很漂亮啊。OK， 這個比較小，再加一點點。把眼睛自己處理哈，老師每個人都發一些黑色。然後你們自己看，眼睛要做大做小都自己決定。所以佢當禮拜有30日，當工隊中妹到台北請先生學，而外號2日嘅課程，佢6張嘢就學睇咧。
有家人可能为7-8年嘅时间，将考得到嘅严肃讲师证照，佢8年就拿到嘞，未快乐了解严肃教师。上面都会帮他切一点。我只做3个了。厉害哦！做好了。然后做第3个。这样。好，做好一朵花，哇，怎么那么漂亮？好 ，OK。还剩一团。好，一团，那你看你要把它加在什么地方去？汪阿琴讲，建摆书行考虑日定饮奶嘅时节，老师都嘅想法全部也背，生发都嘅大学东西，都做得系啲创作嘅题材。今度俺要推嘅环保再利用，好，像我底部咧建呢，看做卫生纸卷啊，就咧哈，今度东西啊，就会用咧再生的哈。这年他不会给谁俺就讲，跟木卡他把设咧纸不也是纯的，好，按出拿了走。啊，然后咧像下那边有粘土咧出按到个圣诞节用睇的东西啊，哈。汪阿琴每就教育到身心障碍嘅小朋友，透过艺术治疗，提出小朋友发现自家嘅心念老兴趣。像咧盆花，喺我教室底部吼有个声音呢，啊，加数个唔係真好，佢有啲講呢係有啲遲緩吼。望啲好1年來，佢今年來做法嘅時候，我看到佢做出嚟法，其實我挺感動。啊，佢從唔愛嘅做到一盆花，啊，使到了最本老師最大嘅信心，不是支持我吼，再繼續教下去。主任呢個科學性強，透過研切多個後，展現萬種風情。做的係東山法嘅面具盒、上強夾我了了，未做的係正正嘅藝術品。冇乜嘅特別嘅飲奶，滿足人嘅無限想象。